有人讲音乐是全世界共同语言，今日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三位无同款背景的音乐创作者，看因是安怎用台语唱出感动人的故事。律师甲歌手真两种身份，敢有啥物关联？一边咧做律师，另外一个身份是创作的歌手，所以我即摆是咱讲的斜杠。律师身份对苏明恩来讲是生活，那歌手是伊的志向。做律师直接的案件、接触的故事，拢是伊创作的养分。咱咧接触这个案件的时阵，去甲了解，发觉讲其实有真侪人是高不离中，为着要趁一个经济，为着冲动，为着各种的理由，所以这人性的故事，变做我一张专辑内面的养分。今仔日过了好就好，明仔再到，予伊欢乐。苏明恩是用一首歌讲一个故事，来自高雄美浓，本身是客人的朱海军，咧想的是要改变大家对台语歌的刻板印象。可是我一直觉得台语歌较可惜的所在，就是讲是安怎一定互人制定讲唱台语歌，就是较爽快、较传统、较道地。我感觉讲新台语听起来嘛袂歹。为着要改变风格，朱海军甲公司沟通真久，伊嘛用成绩证明家己的坚持无毋对。花开的时，我就会看到你。除了用新风格唱出无共感觉台语歌，嘛有歌手将作曲加入台语歌内底。伊是来自台湾族的陈伟忠，不过却嘛捌因为这个身份，互伊真有压力。较早比赛也是拄啊出道的时阵，迄当阵上节目我拢真烦恼，大家讲我是原住民这，因为大家拢讲你是原住民讲几寡你的这个族语来听看卖安尼。然后迄当阵因为我着自细汉无这个环境来学我的这个族语。自细汉出来就是讲台语加华语，陈伟忠认为无硬规定讲倒一个族群就一定爱唱什么语言的歌，这就是台湾可爱的所在。不过呢，其实我感觉讲，母语有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就是，你要有一种迄个思想的交流，因为你若是干那学，但是你袂晓甲人沟通，其实我感觉迄就是学识尔，毋是母语。伫最近的大型活动、重要典礼，拢会使看到台湾各族群各种语言的音乐表演，嘛，互咱听到下过族群加语言的音乐创作，体现出台湾音乐甲族群文化互相交流的多元组合。记者杨淑晴、谢桂林、高宗仁、台北桃园综合报道。